着干嘛呀？当自己家一样，坐。姑姑，这就是我家。那你还客气什么？随便坐。您这是干什么呢？闲着也是闲着，顺便调个胭脂的新色。这些花您一路带来，不是送范闲的吗？人家不要，送你算了。愧不敢当。我是要谢谢你。谢从何来？无论怎样，晚上的大婚，我都不希望出任何岔子。你没有说出林拱的秘密，我就要谢你。姑姑不交代，我也没有打算说。那我是真看不懂了。你是要和范闲讲和吗？哦，那倒没有。陛下对范闲信重，从现在看，就算范闲不娶婉儿，这内库一样会交到他手中。哦，林拱这秘密啊，要用得用到生死关头。怎么？姑姑难不成是要和范闲讲和？我若是想讲和，内库的账册上就不会多出2000多万的欠款。那现在看来，这欠款好像是给早了。朝堂上上上下下都在猜想，说范闲不会接手这内库。继续讲。小范大人如今春风得意，何必要接手这烂摊子？那个孩子表面上看是个正常人，但只有我知道，他的内心像我一样疯。我不急着回信阳，我就要留下来看看，结果如何？必要的时候，我就在背后推他一把。要说疯啊，姑姑跟我不遑多让。大人，这实在不行啊，我还有些私房银子，我都拿出来给您。你舍得啊？他自然是不舍得，但是您要是不好意思呢，您给我写个欠条，就算您借我的。那算利息吗？还给利息呢？那少算点儿。哎，我怎么还能跟您要利息呢？我行了，老黄，心意我领了，不过真不差这一点。不，大人，我是真想为您解忧啊。少爷，门外来人，说是受叶掌柜嘱托，送来这个就走了。这叶掌柜办事可真够快的。大人，园长，你们是刚从青玉堂回来，您这么快就知道了？他的身世你也知道了。院长啊，我7年最近身体有恙啊，这耳朵啊说听不见就听不见了，这眼睛说看不见还就看不见了，说失聪就失聪，说失明就失明。你看，哟，来了，院长，你看不见了。好了，王启年，庆余堂和他的身世，你要多说出半句话来。明白，7年告辞了。明白了。老王，我信得过，你吓唬他干什么？是你在吓唬我。我又怎么了？你不动用庆余堂，内库的亏空怎么办？庆余堂这件事儿是您的安排？内库亏空，陛下能不知道吗？陛下的安排。所以这笔钱宫里不能出，更不能动用户务部。陛下留了一手，想利用庆余堂，让你顺利接手内库，这么大的礼。
你给回了。可这事儿如果这么办的话，庆余堂那些掌柜就全完了。这事儿要是我娘，不会这么办，所以我也不这么办。志气可嘉，可嘉。可银子从哪儿来？银子我自有办法。在这之前，我想先去度个蜜月。蜜月。陛下，范闲到。陛下，啊，听说你要度那个什么月？蜜月，臣是来请假的。啊，去哪儿啊？苍山，多久？还没想好。越久越好。请问陛下，这是为何？有件事儿，朕恐怕要变卦了。陛下，我这婚呢？与此事无关啊。朕这几天想来想去，觉得内裤的事儿，你还是别接了。陛下是觉得臣补不上这2000万的亏空？2000多万两，这可不是小数字啊！庆余堂你接吗？那怎么可能补得上呢？北齐一战，户部的银子都掏空了，现在天下到处是灾，内库的银子可不是为了补户部的亏空，它还有赈灾安民的作用。所以朕还是觉得这个坑别跳了。范闲呀，放手吧，这不是儿戏，这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国事，而且也是陛下的旨意。对，是朕的旨意。那就更不能放了。让臣接手内库也是陛下的旨意，陛下的旨意就是真理，岂能说改就改？否则如何取信于臣，又如何取信于民啊？所以，内库的亏空我来补，天下的灾情我来赈，陛下的旨意一个字也不能改。你敢抗旨？臣已接过旨。万一天下的灾民，臣提头来见。这倒严重了，但是你会降为一介布衣。不，下你的大狱。那臣谢陛下洪恩。那臣就领旨告退了。来，你要不再想想？他哪儿来的底气呀？也许来自于苍山，苍山，也许叶青梅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金银。这娘俩倒是有点邪的，随他去吧。
金统领，又见面了啊！副统领，大人是熟人啊。还真是熟人。院长军令，黑旗护送提司前往苍山。平统领，副呢，都一样。您受累了。出发！内库亏空还没有头绪呢，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？越是这样，越是要出来游山玩水啊。苍山有银子？苍山没有银子，但是我可以想办法让银子来苍山。怎么个来法？完了，姐，咱们让黑旗给包围了。哥是监察院提司，应该的。是保护咱那儿啊。哎呦，姐，这自打范闲一出现，你看你现在你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呀？你原来是京都第一才女，你是那个写诗看书的，这干嘛呢？小刀拉蛤蟆，这叫青蛙，那不一样吗？小刀拉青蛙。你懂什么？这叫解剖。姐，咱非得在车上剖吗？车上练，手才稳。那你这练好了有什么用啊？哥教的，说学医都要练这个。你学的兽医？不会说也属。不过，姐，你说这哥也真是的，他跟嫂子出来，这叫什么度蜜月呀？那带咱俩干啥呀？想知道啊？想知道，自己去问呀。你不会说也别说。金统领，停一下。管司者，管司者，过来一趟。你说，哎。行了，走吧。去。嫂子，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我这次从北齐回来，那是悄悄回来的。他这么一嚷嚷，这不全天下都知道了，我都暴露了。你从北齐回来瞒谁能瞒得过监察院啊？这都自己人，别瞎操心了。他现在都一手遮天了。别闹，跟你聊正事呢。您说吧。知道这会儿为什么让你上车来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嫂子担心我呀。我先下去啊。哎，你嫂子老在那儿操心内库亏空的事儿，我得让她安心吧？怎么让她安心呢？就得找你帮忙。别拿我说事儿。你确实是担心啊。成亲那会儿，你不是老想着筹办拍卖会吗？啊，如今呢，你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。都错过那时机了。当时是为了拍卖那个婚宴名额，你都成完亲了，怎么拍卖啊？到了苍山庄园，你负责安排场地、布置流程。好，在苍山咱们再成一回亲。那不成讹钱了吗？你听他瞎扯，大婚就一次。这是京都所有商铺东家的名册，基本全在这上面。你安排人把他们请来苍山。人家凭啥呀？对呀，凭什么呀？我也没弄明白，我们凭什么去啊？苍山一聚，共赏山景。说的好听，其实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心里都清楚吧？哼，内库亏空，京都谁不知道啊？新官上任3把火，这火可烧到咱们头上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凭什么去苍山？在下今日偶遇风寒，不宜远行。
人家是诗仙，是重臣，这身份下请柬，谁敢不去啊？啊！说句实在话，在座的加起来，能凑出这2000多万两银子吗？我可没有钱啊，我也不行。穷归穷啊，这小范大人刚大婚，这份贺礼总是要补上的吧？哎，对，人可以去，礼金也可以准备，但准备多少就看命了。没错，只带礼金，其他没有。诸位，我已经找过督察院了。督察院那些青天啊，听闻此事那是愤怒不已啊！青天们说了，若小范大人敢恃强凌弱，他们一定血溅圣上，必除国贼。大家心里都有个底啊，安心去苍山。兄台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督察院的那些青天，真的愤怒了？怒不可遏，血贯瞳仁呐！这叫什么？各位，这叫喜从天降。是啊，范闲他真是昏了头了。他如今召集京都商贾，就是为了逼他们散尽家财，然后替自己补内裤的窟窿。这范闲竟然如此狠毒！对，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。这范闲口口声声说查贪官，结果呢，他自己贪赃枉法。没错，看金钱囊。各位，等苍山有了消息，咱们就一起参他。对，参他，一定要参他。咱们必须要齐心协力，替大庆除了这个奸臣。对，出奸臣，出奸臣，来参他。客人这拉肚赖你啊！哎，把这都给切了啊！切细点啊！哟，忙着呢。哎呦妈呀，哥哥，你可来了！你请那么些人来，我雇这么些人，人吃马喂，这不都得忙活做饭什么的？可以啊，你井井有条的。这得给你。这个说是什么叫贺中伟啊？说让我送给你，还说什么那个现在督察院都盯着苍山这块地儿呢，说随时准备参你，怎么办啊？请柬都送到了。送到了，送到了。那些个商贾已经陆陆续续准备出发了，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到了。哎，妈，你跟我交一10几啊，你是不是打算劫他们呀？那不成山匪了？那咱怎么讹钱呀？不是讹钱，是让他们主动交钱。不是他们疯了，就是你疯了。算了，子若，我们正好，你在商贾之道上有天分。我把我琢磨这道理呢，跟你讲一讲，你看看行不行？不行，我还没说呢。什么道理也卖不了2000万两啊！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，什么是财富？肯定是你疯了。孙掌柜，来，刘掌柜，好，行，咱们走吧。我差不多也说完了，啊，时候不早了，准备出去接人。哎，哥，哎，你就打算这么着说给他们听了？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这是新的理念，也是重新解构了财富的意义。不太行。是我没表达明白，还是你没听懂？你说的挺清楚的，我也听明白了，很了不起，也很震撼，但就是不行。为什么？哥，你了解财富，但你不了解京都。要按你这么说呀，我打赌他们肯定不会动心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就先说着，要是不成呢，你就叫我帮你说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但是你也得帮帮我啊！你稍微拖延一下时间，我得差人快马加鞭回京都拿到东西。行，时间肯定是能拖，那你要取什么？那可不能告诉你。谁也不能出钱啊！哎，诸位，各位，我们一定按之前说好的，谁也别拿钱，千万不出钱。拜托各位啊！记住，按之前说好，拜托各位了啊！诸位，各位，我们一定按之前说好的，别动我，我们一定按说的，不能出钱，记住了，已经可以。诸位，哎，刚才那边嘀咕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告诉他们坚定立场啊！若小范大人敢借新婚之名敛财，交点礼金就罢了，得要钱，我可没有啊，我可没有，我们都没有，对吧？你们啊！这大人怎么回事？这黑了，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？哎，来。大家好，幸会，我就是范闲。我知道你们此刻在想什么，所以我事先声明一下，大婚已经结束，今日不收贺礼。当然了，各位最关心的还是内库的亏空，这我话也说在前面。内库欠债，无论是于法还是于理，都应该我来还。若是如此，这还叫我们不是白担心了？你仔细想一想，若真是这样，把我们弄这儿来干什么？就是，才听。各位就又要疑惑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又何必把大家从京都请到这儿来呢？这红尘之中啊，每过一段时间，都会诞生一个超越时代的奇迹。这奇迹有时是人，有时是事，甚至有时可以仅仅是一个观念。观念是什么？观念大概就是个念头吧。念头。人生在世，若是能亲眼见证奇迹的诞生，又何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？所以我请各位来，就是想把这份幸运亲手的传递给各位，让各位都能亲眼见证到奇迹的诞生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等一下，让我叫一下。那位问得好，这奇迹该叫什么名字呢？谁问了？请看，没错，正是库债。库债是什么东西啊？库债？库债？谁的裤带？什么裤带呀？我说的是欠债，欠债的债嘛，是库债。快！五竹叔，你找我哥？我找你。找我？对。现在所有人都在那个大房间里听范闲讲话，时机正好。各位，那么这库债又是何物呢？咱们顾名思义，库
是内库的库，债是欠债的债。这所谓库债，便是内库欠债。怎么样？说了半天又绕回来了。回来。各位都知道，我名下办了个淡泊书局，这几日费了些力，把第一批库债给印出来了。这每一份债券都代表着内库的一份欠债，数额和期限各不相同，而这数额和期限的不同呢，又对应着相应细则的不同。当然了，这些个细则我就不在台上赘述了，等下会书写成文分发各位。咱们就挑最重点说，拥有了它，就相当于你拥有了一份内库的欠债。什么是拥有欠债啊？就拿这张来说吧，这张是5000两，相当于你花了5000两，买得了内库的债主之位。表面上你是替内库还了5000两的亏空，实际上将来内库盈利之时会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。不仅如此，这债券可以交易，可以流通，甚至必要之时可以根据规则提前兑换。这谁不明白呢？这还是逼我们拿钱补亏空吗？没错，2000万两的欠债都在这儿了。竞价出售，价高者得。怎么个竞价呀？意思就是你出了5000两，人家出6000两，这债权就归了人家。够狠的，不止2000万两。那每个人最少买多少？自愿购买，先到先得，售完为止。还自愿，傻子才买。就是。各位可能还要问了，那我花钱买了债券，补上了内库的债务，那我能得到什么呢？要想回答这个，就得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。在座各位都是经商多年，手段高超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什么是财富？这个就是财富。哦，财富就是银子？自然金银都算。不对，金银只是衡量财富的手段，而非财富自身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手上举着那块银子，大概1两？差不多。能换多少米啊？2担左右吧。上下多少有一些浮动，每天米价还得去米行看呐。也就是说，今日在我庆国，1两银子大约能换2担精米，这便是衡量的标准。小范大人，这说的不都是废话吗？我前些日子去了趟北齐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。大人威震北齐，自然是少年英雄啊，是吧？在北齐那边，1两银子只能换1担精米。你看，同样是1两银子，在北齐和在我庆国，价值就不同。北齐与我大庆交战，大败亏输，米价自然会涨啊。没错，兵荒马乱、天灾人祸都会影响物价的浮动。各位不妨想想，若是你们身在北齐，所谓的身家财富又剩几何呀？可是我大庆正值盛世，并无此忧啊。答对了。要不是你带我来这儿，我还不知道别院有这么个地方。我之前在这里住，所以很熟悉。你这次来怎么不找我哥？你怕死吗？当然怕。若为范闲呢？我哥怎么了？要你保护他。我哥有危险。或许有人要杀他。那没事的，我哥身手可厉害了。再说他有护卫。都没用，不够强。人可不少。再多也是一样。这么强，到底是谁要杀他？我大庆国运昌隆，长久治安，正是维系金银价值的基石啊。所以啊，财富并不仅仅是指金银本身，更是与国运、国力息息相关。大家觉得我大庆国运如何呀？那自然是
国运昌隆，军民臣贤。那就对了。这国运国力本就是维系财富乃至将来不断增长的重要底蕴。由此可见，我内库前景一片光明。各位，不妨放眼未来，若你们持有库债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长远投资，稳赚不赔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那个，好啊！那个小范大人说的好啊！你听明白了吧？我明白。小范大人一番话，如雷贯耳，醍醐灌顶啊！对。哎，各位，这小范大人什么人啊？这可是国之重臣呐，既在监察院，又掌管内库，啊，人家都开口了。你们大家都听不懂吗？哎，小范大人，您那个什么库债，我出200两，就当给您大婚的贺礼了。哎呀，我小范大人为了内库亏空尽心竭力，做了这么多，200两银子你也说得出口？大人，我买500两，现在就买。那我们大家都买，那我就300两。啊，小范大人，什么欠不欠债的，我们这样都不用还，是吧？我买5000两。什么？5000两？怎么想的呀？不是没太听懂啊？我懂了，国运系于大人一身，支持大人责无旁贷。大人，您是没懂我呀，我捐5000两。看来是真没懂啊！换人，下半场。等一下，你让我理理。按你方才所说，你是说你在江南失忆，杀人无数？差不多。那有没有可能，杀人的不是你？有可能。那就没事了。如若真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的战力也该与我相近。冒昧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战力？能打大宗师。你要我保护我哥，去抵挡一个大宗师？不是抵挡，是杀了他。杀一个大宗师，也或许是杀我。兀竹说，我没练过武。我知道。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抵挡大宗师？人改变世界，靠什么？勇气、智慧、美貌。还有工具。这是留给我哥的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是我拿出来的。偷的？如果我连自己都不再相信，我需要找一个人替我保护范闲。这里面的东西能伤害大宗师？来，喝。只换他了，这是诸位，饭菜都还可口啊。有什么不爱吃的，您跟我说，我让他们稍微给各位编排一样。这谁呀？好像是犯死者。他不是犯错了，不在京都吗？找死吧你！在这儿呢。哦，不认识。行，放这儿就行，下去吧。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本人呢，也是一个非常痴迷于经商的小晚辈。听说今天这边啊，商贾云集，来了很多大前辈。本来呢是想和前辈们交流一下经验，但是真没想到啊，我哥，我国著名的小范大人，刚刚这一席话呀，真是
醍醐灌顶，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说的实在太好了。也不知道小范大人这个脑袋他这是怎么长的，里头装的是什么，怎么能想出这么多的点子？他这么一番话呀，他讲财富啊，可能不仅仅是金钱这么简单，而是国力，是国运，乃至于延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这句话讲得太好了，真是让人受益匪浅。我觉得呀，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思考思考，研究研究，没准儿就能发现一片崭新的天地。我等已然是振聋发聩，已经非常感动了啊！还可以再震一点，再感动一点。刚才小范大人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，那我一个晚辈也斗胆向各位问一个问题。你请说。那我就问了，这内库到底是何人的产业呀？自然是皇家的产业。皇家的产业，那内库的钱是谁的钱？那便是皇家的钱。那内库的债务，那自然也是皇家的债务。说得太好了。那您各位想一想啊，如果您各位把这库债买到手，是不是就相当于为皇家分忧了呀？咱往好听了说，谁买了库债，谁就是为圣上分忧。稍微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别出去传去啊。那您各位买了库债，那不就是皇上的债主子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可别说是我说的啊。所以您各位好好想一想吧，买了库债，出去再做生意，别人会怎么想啊？同样的买卖，他是找您还是找那个没有买库债的人啊？所以这库债就是给各位的底气。要这么说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阁下所言极是，库债一事是小范大人奇思妙想，所谓人存证据，小范大人这般风采，谁不敬仰啊？您说人存证据？人存证据，人亡政息。各位是怕，如果我倒了，我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。还请小范大人解惑。别问我，问他。后半场全看他的。好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小范大人回答的也好。人存证据啊，人亡政息，什么意思呀？人要是没了，那你说这债找谁去呀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小范大人万一哪天要是倒了台，那各位扔进去的钱，那自当也是打了水漂了。这句说的对。各位不要着急，你们请看。想必大家伙也知道，是吧？前段时间小范大人大婚，当今圣上御笔手书了4个大字送到了府上。我就问一句，京都这么多家名门，哪一位在成亲的时候，皇上亲自手书送了1块匾？有吗？没有。小范大人独一份儿，独一份儿。我再问问，这4个大字怎么念呀？百年好合。什么叫百年呀？100年，少1年99年都不能算是100年。这4个字就是当今圣上和小范大人之间立下的契约，是皇上对范家的信任，也是诸位在日后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机会。大家好好想一想吧，过了这村儿，可就没有这店了。等到下一次能和皇室攀上关系，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。来人呐，把匾请回府上。多谢诸位。诸位，该说的、想说的，我们俩都说完了。天儿也不早了，想赶回京都，怕是有些晚。各位要是不嫌弃，就在苍山暂住一晚，明天再回城。关于库债的事儿，我说话算话。
售完为止，全凭自愿。没锁吗？之前有，已经开了。这怎么用？晚上见。晚上见。告辞。哎，一会儿晚上见啊！回去。什么呀？我看这帮商贾都往那个外边撒鸽子，我不知道是啥，我说拿一看看。是不是给京都传信了？山上的事儿，得让京都的人知道。那为啥呀？这个他们自己不就是老板吗？那买不买库寨自己还说了不算。无根之木，岂能立足？你的意思，他们背后都有根？废话。那我把他放了。你这就不许拉他了，你这。范司者，你还真行啊，还能上台说话。那可不，姐，哎，我这么跟你说，范闲那套厉害归厉害，我都没听说过。但你得这么想啊，我要是都没听说过，那帮商贾们能懂吗？啊，你说范闲拽那些个词儿，什么国运吧，又财富吧，那商贾们根本就不明白，能打动他们的就俩字儿：皇室。你还得意起来？那不该我得意吗？说得意吧，其实还欠点什么，反倒是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本来以为啊，把皇上一搬出来，他们吓得就把钱全交了。那可是你说，要是把消息传回京都，怎么了？库寨这事儿前所未有，我怕他万一他要是触犯国法，可怎么办呀？那没事儿，那就好。下半场是你说的，军务戏言也是你讲的。要真出了事儿，拿你交差不就完了？啊！还不能憋着这个呢吧？我可是帮他呀！哎呦，这不能，绝对不能！我们俩现在关系还不错。对，肯定不会。库寨嘛，怎么能算犯法呢？当然算了。什么库寨？我大清立国以来，从未听过此种事物。这逆子胆大包天，还什么分担皇室债务，属实荒唐，国法难容。正所谓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要我说，先把范闲押回来，然后我这上书也抹掉。家风不正，没脸做官，回儋州养老算了。沈院长，别睡了。你在发火，喊我做什么呀？库寨这事儿，你总得有个看法。我看不了。瞎了。内库财权不在监察院的监管之内，管不了。没说内库，说库寨。听过一些，没听过。确实新鲜。库寨一事，自古就未听过。依照大清的律法，也没有库寨这一条啊。可若是治罪下来，也无法可依呀。
这新鲜事儿，二哥怎么看呀？回太子的话，臣现在还在闭门思过，没陛下召唤，连门都不敢出，更别提善论朝政了。哎，说说无妨。无法可依，无理可循，但凭圣才而已。诸位都到了，请随我来。哎，陛下在哪儿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你带我们去哪儿？后花园。深更半夜后宫花园，做什么？班花。侯公公，哎，你确定这是陛下的旨意？范大人，老奴有天大的胆儿，也不敢假造陛下的口谕呀。这是闹的哪一出？哎，啊，就是班花，就咱们几个人吗？那下人呢？陛下早就有旨意，这一片啊，不许宫内下人靠近。哎，范大人，您辛苦。这赏菊大会每3年举办一次，之前都是在悬空庙吧？确实如此啊。这也不是什么珍贵的花，为何让我们亲自送过去啊？陛下喜欢啊。陛下是想告诉我们，这赏菊大会啊，他很重视。那为何要在此时告诉我们这些呢？我记得往年的赏菊大会不是这个时候啊。改期了啊？改到何时？就在近日。改的什么日子还要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小范大人从苍山回到京都。啊？这赏菊大会为何要等范闲回来呀？陛下是这么说的。也就是说，陛下重视赏菊大会，但何时召开要等范闲回京都。殿下，您说的没错。陛下是想提醒我们呀，赏菊大会重要，范闲更重要。会不会留在京都没有带出来？我亲手拿下马车放进房间的，这么大个箱子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？箱子里是什么？神庙里的东西。神庙里带出来的？神兵利器吗？如果佩奇确实是绝世神兵，缺东西，主体没了，其他东西一样都没有少，唯独少了一个箱子，那说明对方至少知道它是什么。知道这东西的人可不多。谁？大人，那有人。好身手，我都没察觉。老王，收好板。是。
师。哎呦，京统领，哎，你们不是回营了吗？飞骑军令守在苍山，保护提司。影子，王启年挺警觉啊，闹了半天全是检察院的，你们跟这儿团建呢？何谓团建？我们家新词儿多，你习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老师，您怎么来苍山了？不是你在这儿吗？小范大人，你是不是丢东西了？你在我门口偷听。我觉得是武大人。什么意思？他一直暗中跟着你，就是想跟武大人交个手。小范大人，你得了武大人的亲传，我们两个交手也是未尝不可呀。别动啊！动我就毒死你。那没事了是吧？啊，应该是没事了。走，就当我们不存在。那你也当我不存在。神神秘秘的。走啊，老师，都到苍山了，上我那儿吃宵夜去。跑错了，这边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去江南追查一个杀人案，凶犯到了京都之后，又找不着人了。两种可能，要么就是武大人，那另一种可能呢？有人把这个凶犯在京都给藏起来了，连检察院都查不到痕迹。当然，有这般手段，京都能有几个呢？这也是线索。来苍山陪你待几天，这案子透着诡异，回京都就朝着这路子往下查。我本来想有了结果之后再见你，我在暗处。不是，哎呀，你媳妇那肺痨啊，让你给调养的差不多了。回去之后呢，一天一粒，药吃完了，病根就除了。百年好合，陛下想看，我也想看。要不您告老吧，我养您。胡说八道！我认真的。行了，把宗师隐藏在京都，我要是不把他挖出来，我寝室呢？不是，哎呀，别唠唠叨叨了，赶紧给我生个徒孙儿。长大了，我教他用毒。回去了。那您答应我，别玩命。放心，我比你怕死。我娘藏的，本来该毁了，就像这箱子，这是我娘亲自毁的，为什么？遵循法则，超越时代的物品不能留存。谁的法则？神庙的？应该是。应该？忘了。既然这样，干嘛不全毁了？他又为什么留下这3个？超越时代的物品，不能留给这重启的世界。历史进程不该被影响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个错误。错误？你既是这世界的人，
同时又源自过去。你是错误，是故障，是未知变量，也是逻辑漏洞。这是小姐原话。所以我那些记忆，难道是来自神庙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复述。小姐留给你的是一线生机，修好它，你拥有扭转命运的3次机会。怎么修？去江南，去3大坊。这3大坊就是内库的根基。这谁不知道？内部前生根基就是3大坊。往年那些新奇货物都是从江南出来的。我问你们，3大坊如今在谁手里啊？当然是江南的名家呀。名家向来以长公主马首是瞻，他们真能把3大坊交出去？名家即便是富甲江南，也不能抗旨吧？抗旨是肯定不会。交什么？怎么交？这都是讲究。你我都是做买卖的，这还不明白吗？这么来说，范闲接管内库，前景不明啊。没错，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给骗了。这万一买了什么库债，他将来拿什么还呢？所言极是，绝对不买。那咱们睡一觉就走。谁买谁是王八。对，谁买谁王八。王八，来，这都是超越时代的产物。3大坊里到底有什么？连这都能修？要你亲自去看才能知道。江南总是要去的，我娘的产业，我得替她拿回来。当初为什么不把这2个放一起啊？直接装这箱子里不行吗？小姐把这留给你，却又不想你真的修好它。为什么？当神庙改变命运，未来亦将留下烙印。这句是真没听懂。当神庙之物使用太多，未来岁月，你终将去往神庙。这有点过于违心了。我等你到江南，到那时，你才有面对大宗师的底气。用这个对付大宗师，太欺负人了吧？未必。什么意思？有这个也未必斗得过大宗师？没错。大宗师也是人，这超越时代的武器怎么躲？我像正常人吗？成大宗师者，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。那不成了妖怪？差不多。宫内传出消息，陛下要范闲回京都共赴赏菊大会。负债的事，陛下没提。哎呦，你听说了吗？赏菊大会的事儿。赏菊大会无关政事，等范闲，应该也是看中他的文采。对，没错。
诗词歌赋、雕虫小技而已嘛，他终归担不起内库的大任呐。对，您这是？我得去个茅房。我呀，早上起来得遛个弯儿。哎，请便。回见。哦，对，这。哎，你不是去散步了吗？这是你们家茅房啊？我也佩服你，散步怎么散到这儿来了？小范大人，刚才少的5万两一定给我留着，我现在就回去取钱啊，今日就能返回来。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你昨天怎么说的？这王八这个，哎，这王八他买到库债了，告辞。行了，擦手。哥，我总感觉这数不对呀。有人可能没带够银票，回家取了吧？我粗略的算了算，都不止2000多万两。数量有限，又有溢价，这都能卖完，多亏了你。内库债权都分出去了，怎么还不高兴？说到底，他们选择买库债，还是因为陛下要我赏花。陛下荣恩，前景无量，选择债务共担，这样一来，可以说以后你便是他们的靠山。是，也算是一种投资嘛。只是，他们没有人能真正明白库债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国运与货币相连，这说明代表所谓财富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过往的限制。哥，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，你说这庆国和财富之间，是不是不光是国运这么简单啊？好像还有别的联系。啊，这些商贾们因为陛下器重你，所以选择相信库债，相信内库的前景。所以，其实他们看重的不光是你，看重的是皇上，看重的是皇室的信用，是庆国的信用。没错，金银数量终究有限，而庆国的信用才是货币的基础。对，不光是庆国，北齐的信用也代表了北齐的财富，所以国家的信用就是财富。国家信用是财富。是货币的基础，那这之间缺什么呢？货币、信用。咱们出去，让他在这儿仔细想一想。货币、财富、信用、财富。货币、信用，思哲这是怎么了？看到了新的世界。这小子啊，在商贾之术上还真是个天才。你俩都是。不一样，我有另外的技艺。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作弊。如果我俩交换，最起码在商贾之术上，我没他这悟性。
这一点上他比我强。那是好事啊。婉儿，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苍山恐怕待不了多久。那是当然，陛下还等你回去赏菊大会呢。我准备了那么久，最后成事，还是他一句话。天子嘛，自古以来都是天下中心。等赏花大会结束，咱们一起去江南吧。我也去。当年我娘在江南创立了3大坊，时至今日，仍是内库的根基。这些都是她留在世上的痕迹。我想，我应该和你一起看。那国家信用连结着货币，那平衡这两者，得需要一个铺子呀。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铺子。那这种铺子该叫什么呢？你找把火铳，练练瞄准，你手稳，是好苗子。保护范闲是个秘密。你要我保护我哥，去抵挡一个大宗师？不是抵挡，是杀了他。杀一个大宗师，也或许是杀我。准备站多久啊？你要敢打扰他们，小心我给你下毒。哎，你说，武大人今日会出现吗？他出现不出现，切什么磋呀？你不是他对手。胜负不重要，你也是练武之人，怎会不懂？我不是练武之人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他的老师。那你把他当徒弟，还是当儿子？看来今日武大人是等不到，我先回京都，你多加小心。如果武处真的是凶手，天下没有人能活命。徒弟还是儿子，不都一样吗？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。辛苦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都看见了，你买了把火铳。对呀。是有人欺负你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自己有兴趣。哦，那就好。你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我思哲呢？他最近恍恍惚惚的。啊，他来了。哥，
姐，来了，该走了。是该走了，都在等你了。不是姐，我那意思，我该去北齐了。去北齐啊？我跟哥都商量好了，娘也同意了。想好这个通商的主理人该做什么了吗？我想来着，而且越来越清晰了。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，什么国家信用啊、货币基础啊，我感觉这之间啊必须得有一个铺子调节平衡。那这个铺子如果开在庆国呀，估计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它必须开在北齐。北齐现在是大战刚败，百业待兴，正是好机会。我能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个铺子前所未有。我这是开万世之先河。往小了说啊，咱就挣点钱；要是往大了说，整个北齐的国运都在弟弟手心里攥着呢。名字想好了吗？想了，哎，你们俩也帮我参谋参谋。你看啊，那个卖米的叫米行，卖布的那叫布行。咱这个跟钱有关系，叫钱行是有些太直白，太粗俗了。钱它不就是银子吗？所以就叫饭行。那你提银子干什么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咱都开万世之先河了，咱老范家咱得名垂青史，青史留名。名字可以再斟酌。那饭行不好，那要不叫闲行、弱行、折行？哎呀，算了，哎，回头我路上慢慢想吧。哎呦，哥，你知道，我现在特别激动，我好像就这辈子终于知道为什么而活了。这就叫做人生目标。对，我找着人生的目标了。大人，是禁卫。这就是赌我来的。黑旗候命，随时可以冲阵。哎，别，这可是禁卫，天子之师。不用担心，黑旗才是天下第一强军，绝不会输。不，我担心的是这个嘛。老王的意思啊，冲禁卫可是重罪。院长交代，苍山一行受提司调遣，黑旗只遵军令。哎，来人了啊！这位不也是熟人吗？小范大人，好久不见。公统领值守大内，今儿怎么出城了？陛下有旨，出宫办差。那我祝公统领一路顺风。怎么着？要不我们给你让一下？陛下旨意，还请小范大人同行。我才刚下苍山就找回来了，消息这么灵通。在下只懂听旨，其他的真不明白。那怎么说？公统领带个路，我们后面跟着。不必劳师动众，只需小范大人一人作业。说是旨意，有圣旨吗？这么小？陛下口谕，该省要省。咱们这陛下呀，还真是勤俭节约。小范大人，请。小范大人，这边是皇室历年赏花之地。
建于山崖，悬空而立，这便是传说中的悬空庙。这是庆国最早的一座，据说，是信奉神庙的苦修士一砖一瓦铸建而成。虽说，天下的庙都是为了供奉传说中的神庙，可只有真正的神庙，才是与众不同。这众生之力也很了不起。小范大人还是更看重人。当然。不然叫什么人间啊？过几日便是赏菊大会，咱们的差事就是把这些运到上面去。那我在这儿有什么用啊？陛下说了，这几盆你要亲自搬上去。这几盆有什么特别吗？在下不知，都是灵智行事。